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知唔知阿蕭生咧？哇，都係想慳都慳唔到啊！又再使多幾廿蚊美金，咁希望我老婆唔好睇到。1080P 啦而家，哎呀頭先720真係太過 low res 啊，真係。不過算啦，即係我講咗嘅嘢咧，覆水難收啊！拍咗嘅片都覆水難收啊！冇 take two 噶啦，大家忍耐下啦，即係頭先嗰啲720真係太過 low res，而家好啲啦，而家咧俾個 program 賺下啦，又賺多我啲幾廿蚊，而家1080P 咪好少少啦，高清翻少少，正常翻啲啦，又未去到 4K 噶啦，呢段就講香港啊，有個 topic，然之後講香港。香港咧就從何説起咧？舊年我都翻咗香港2次，咁主要係處理下啲即係公司業務嘅嘢咁樣啦，點解而家要拍住片咁樣去到同大家傾咧？我一陣間1個鐘頭到就出去，或者半個鐘到就走啦，傾多陣。咁話說，因為我而家都係咧諗住咧，即係公開翻我以往拍過嘅片啦，因為其實都冇乜所謂嘅，係嘛？即係等大家再了解我多啲啦。有片有真相啦，係咪？呢啲又唔係 AI，我亦都不是什麼 deepfake 整出嚟嘅，個頭係真實嘅。其實就都真係有諗過唔搞呢啲㗎啦，YouTube 嘅嘢，因為即係周身唔得閒啊。而家我其實喺度做緊咩咧？我而家喺度將之前 private 咗嘅片咧變翻 public，等大家有機會去到睇翻，冇乜所謂。好，講翻正題先，講香港，即係我而家要將幾百段片啊！你知唔知我以往拍咗幾百條片啊？將幾百條片咧去到，哇！呢個唔得意嘅，呢個變咗機械人，係喎。咁有一段，係喎。呢段片係講我變咗機械人喎，我而家都未睇過。幾百段片變翻做係喎，乜都好啦，變翻做 public。我呢個可以改咁，唔改咩？public 係咯，因為都有啲用嘅。以前嘅片咧，即係譬如有啲講湊仔湊女嗰啲嘢咧，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即係等大家了解多啲啦。咁日後有機會又再拍多啲啦嚇。不過最主要都係嗰句咧，其實我係好想藉着呢個 channel 能夠接觸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仔即係我唔介意為你祈禱啊。所以有盡能力啦嚇，即係我時間係有限，不過即係睇情況啦，即係都即係都唔使客氣嘅嚇。咁我想講翻香港咧，其實點解舊年翻香港咧？話說我做香港做生意啦，咁有6間影樓，最高峰嘅時候有12間嘅。其實咧，大概喺19年嘅時候就有12間，結果咧暴動加疫情咧就變咗2間，兩間之後咧，後尾咧2022、23度啦，定係21開始咧就變翻6間咁樣啦。咁6間維持到而家。咁而今年咧，大機會6間都變翻3間咁樣咯，即係簡單講就係咁啦。咁香港嘅即係因為呢邊都忙啊，即係呢邊我都有6間影樓嘛，咁呢邊都忙，咁所以其實就希望減少啲香港嗰邊嘅業務咯，其實就係咁咯。咁再加上事實上睇得到個業績咧，即係香港係真係遜色嘅，即係比起以往2022、21、22、23好似好啲嘅。
舊年開始都唔係好得啦，咁再加上咧，話說我都有一定嘅經歷啦，譬如話公司嘅舊同事啦，舊同事咁佢派自己公司卡片咯，派俾我啲客啦，講緊即係有啲咁嘅事發生啦，咁都好多經歷㗎啦，咁其實我搞呢啲影樓去訓練一啲叫做徒弟又好、同事啊、手足啊、兄弟啊，其實都預咗係唔緊要嘅，即係佢哋係想自己創業或者係嘛，即係我都一場師徒關係，其實都即係咁講啦，即係或者朋友關係，我都冇理由阻你發達，或者都唔係想睇住人哋衰噶嘛，係咪？冇乜所謂㗎，其實咁你話會唔會話覺得多隻海螺多隻鬼啊，同行如敵國啊、敵國啊呢啲，我其實冇得咁遠嘅喎，冇得咁擔心嘅喎。而我其實點解要開呢啲影樓咧？其實係因為想幫香港啊，即係所以你話再多啲人去加入呢個行業，我其實冇乜所謂嘅，真係。咁點解話會幫香港咧？其實我以前有啲片咧，有段片我都眼濕濕㗎啦，有機會你哋自己睇翻啦。咁咧就話其實都真係有啲原因嘅，有個故事嘅，咁我本來諗住 private 咗佢，咁我而家公開翻佢啦，咁其實就誒，簡單講就係想香港嘅家庭攝影服務能夠再大眾化啲咯，再個價錢可相宜啲啊，豐儉由人啲啊，等多啲人可以去到影到一啲家庭相咁樣啦。其實就咁咯。咁所以其實你話好多人一齊做，其實我冇乜所謂嘅，即係好多對手好，好多行家好即係一對手做唔晒啊，係咪先？即係我間公司亦都唔會做得晒嘅咁百花齊放，其實冇乜所謂。咁不過你話喂，即係如果你話喺公司時間，即係仲係做緊我嘅員工，咁你去到派自己私人公司嘅自己間公司嘅卡片，咁我就覺得有啲真係被出賣、被背叛嘅感覺嘅。咁但係我冇嬲嘅，即係我亦都唔係話要嬲啲咩，只不過係即係舊年就係要處理呢啲，所以要飛返香港，即係去到執手尾同埋要去到搬影樓咯即係要去到由一間即係舊同事打理得唔好即係基本上譬如洗手間污糟邋遢啊，四間廁所變得只可以用一間諸如此類啦，咁就係做呢啲咁嘅工作啦因為以往我係某程度好似施生咁樣咧，施永青咧無為而治即係我本來唔係好理嘅，即係因為我太太去理都 OK 嘅嘛，咁亦都 so far so good 嘅本來，但係後來就越嚟越即係唔對路啦咁樣咯咁不過總之而家咧都算㗎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即係香港，即係某程度，即係我都可以講一句話，即係心係香港嘅即係身在家國，心係香港即係我爸媽都仲喺香港。其實就你話搭程飛機翻去，講真咧都係快嘅，即係瞓一瞓成聽啲歌、瞓下覺咁食幾餐咁，其實就落機㗎啦呢個都唔係問題嘅咁咧都希望即係上帝看顧香港啦即係都睇得到香港而家個經濟係的而且確好多問題啦。咁即係希望佢係唔好再繼續惡化咯。咁都要保持住正面㗎啦即係老實講我喺香港土生土長咗40年咁而家為咗啲仔女，所以過嚟呢邊咁解嘅啫咁希望即係都希望香港好㗎即係我家姐都係香港，其實哇！我而家係咁將啲片係咁整 public 我原來有700幾條片喎，而家先整到100條，有排搞。咁好呢段講到咁多先，一陣間再講其他先，睇個1080P 嘅效果先。